我成世最記就係14，死數字，所以專門買15樓，淨搭單層機，一世唔踩14樓半步。唔破啊！死啦！有急事趕返屋企，單層機壞晒，剩返雙層機，隻雙層機會停14樓㗎。14樓到，冇辦法啦，一次半次啫，淨要落14樓，行一層樓上15樓，唔會有事嘅。呢棟屋出有個古老傳說，從來唔迷信嘅人行14樓冇事，唯獨驚14嘅人一搭落去就會被跟密。終於離開14樓範圍，返到15樓就安全啫。你愈怕14如要跟你，你以為走得晒14樓，其實你將14樓帶返咗屋企。